一般影印或者掃描文件嘅時候，喺送稿器或者原稿台放置如 A3、A4 等標準尺寸紙張，會自動偵測同埋顯示原稿尺寸。可到設備主畫面點按影印，點按預覽頁面，喺原稿位置查看偵測結果。放置文件嘅時候，留意尺寸指示板嘅標記。影片示範為一張 A4 嘅文件以橫向放置。透過送稿器擺放文件嘅時候，注意要對齊原稿寬度盜版，以獲得準確尺寸。另外，透過原稿台擺放文件，先完全打開送稿器。放置文件嘅時候，除咗留意尺寸指示板嘅標記之外，亦都需要對齊左上角箭嘴嘅位置。然後關閉送稿器，開始自動偵測。而當放置一啲非標準或小尺寸嘅文件，例如卡片、收據單等嘅時候，預設嘅自動掃描會偵測錯誤尺寸，或者因為太少而偵測唔到文件。呢個時候可以改用手動設定功能，點按原稿，紙張劃裝訂整理，點按原稿尺寸，點按公製，點按目標原稿尺寸之後，再點按確定完成設置。